即摆已经开始热热，伫屏东的小琉球游客真侪，人是叉叉叉。也毋过呢，煞传出有一个奇怪的查甫人，三更半暝对女游客共对调调，佮对到伊住的所在，佮要撞入去厝内。但游客是惊甲紧大声喊休，即个查甫人才赶紧走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即马咧追查即个查甫人的身份。啊那平常的业者嘛有甲相片放去网络顶悬，提醒当地人爱细致。汤车卡的光头男性，伊到半暝12点外，对伫女游客后壁来到民宿，先是伫外口行来行去，变民众的衫，听到动静，就秘去暗的所在，然后伫门口探来探去，刷落来竟然就直接走入去。游客发现了后，惊甲叫出来，男性随走离现场。事发伫屏东小琉球，警方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确认状况。业者嘛将相片放伫网络，提醒民众细意。会师屋内，发现屋内没人就进入，后来因报案人大叫，随即逃跑。琉球所已积极访查周边及监视器，以利查明嫌疑人身份，追缉到案。警方赶紧追查这个男性的身份，消息伫当地传开了后，观光业者甲居民都唔敢大意。没有发生过，当地人都会比较担心一点啦，毕竟这种属于变态的行为。就是不管在城市还是乡镇里面，大家都比较会警惕这种人。男性到底是游客还是当地人，搁要等警方厘清。但已经放暑假，小琉球无分平假日，游客拢真济，不少当地热心的民众嘛加入追查，就惊搁有其他的人受害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管屏东报道。